一个事实，一个是名，一个是文字。我哋你讲那这个所以代表伊从咱你做出来，对吧？你问这可能较不讲来讲但是我是讲把这事实就跟咱出来讲。没有，把这个话题出来这个看。不是众生来随行啊！我写唔对啊，但是你唔能够这句好看啊。左右调换。没有调。我当时也是感觉，怪怪的。